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三表示，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官员将开始扣留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及棉制品相关货物，称有证据显示这些产品是维吾尔族人在强制劳动的情形下制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家中国国有的准军事组织。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指责中国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美国财政部7月才刚禁止与这个实体进行所有美元交易。根据中国社交媒体的视频显示，东突厥散的维吾尔族妇女在中国工厂遭受繁重的体力劳动。视频显示，维吾尔族少女和中年妇女被迫在中国国有木工厂、塑料生产厂和钢铁加工厂工作。自2017年以来，中国当局已将数百万维吾尔族男子囚禁在东突厥散的集中营和监狱。维吾尔族妇女被迫努力工作以维持生计。有报告揭露，维吾尔族妇女被送往中国各省的工厂工作。来自东突厥散的图片和视频表明，维吾尔族妇女正受到骚扰和其他严重体力劳动。美国资深情报官员表示，拜登政府的官员很可能已成为中国间谍的目标。美国国家反间谍和安全中心主任威廉2日在一场公开会议上表示，中国的情报人员已经盯上了当选总统拜登身边的人，包括他未来政府的要员。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反情报部门负责人威廉表示，及中国特工已锁定当选总统拜登的政府人员以及接近拜登团队的人士。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北约外长视频会议上强调，中国威胁北约利益，并呼吁建立对话合作联盟。美国国务院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席了由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主持的在线北约外交部长会议。声明说，蓬佩奥国务卿在同联盟领导人举行的富有成果的会议上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联盟安全利益的威胁，并呼吁加强合作以对抗中共的恶意活动。日本最高发言人周三表示，东京已就在俄罗斯在北海道附近的一个岛屿上部署防空导弹系统，向莫斯科提出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部署有助于俄罗斯在北领地区建立军事力量，并与我国认为这些岛屿是我们固有领土的立场发生冲突。加藤说，日本已在星期二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不能容忍在埃特罗夫岛上部署导弹。埃特罗夫是4个有争议的岛屿之一，日本称其为北方领土，并由俄罗斯管理，称其为南尖岛群岛。加藤说，我们将继续感兴趣地观察俄罗斯军方在包括北方领土在内的远东地区的行动，以及军方对安全方面的影响。